这个新闻要带乡亲来去佚佗，以高雄甲香港作为上宝港的明星1号邮轮呢。明星世界1号邮轮今日透早开航，要带这游客呢去香港佚佗3天2暝。真个游客透早就去报道，讲直接会使伫高雄这大型邮轮出港，是真正有够欢喜。这邮轮顶有这个剧院啦、VR 探索馆啦，有真侪美食，游客伫旅程过程中会使尽量食、尽量啉。 了队特技演出，互人看个真美。成功效果到达舞者的舞步，甲现场气氛炒个真热。这专业精彩表演，伫咧邮轮内底拢看得到。 以高雄含香港争做商务港的民生世界邮轮，今日为高雄西往香港3天2暝，会再到游客来遮报道，拢讲有够欢喜的，总算当出去佚佗。不要每一次要搭邮轮都要去基隆，因为我们2个有玩过，所以在邮轮上真的是最舒服的。不要那个行李扛来扛去，不要每天换饭店这样。这只民生世界邮轮会当载3630个人，房间数量928间，房型。 有海景房间、露台房间，有豪华的风宫房间，邮轮顶有好食物件，好游客有通食，各有通喝。 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就完成哈，打破了过去在邮轮从规划到首航哈，这个台湾最快的一个纪录。业者讲，民生世界邮轮规年78航次，就会当载14万的游客，观光产值超16.8亿。高雄启航这天，澎湖馆长陈光福冒来，伊来替邮轮所落来澎湖到香港做宣传，希望观光财会当随疫情后大发财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